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初1礼拜1公视下晡新闻。咱来关心几项新闻的重点。台中清水警方出动空中的摄像机，加强拿查食酒赛车的驾驶，互因无底照相。今仔日香港政府升旗庆祝回归中国22周年，民间团体嘛伫政府机关门口抗议。蔡英文总统7月12日要去拜访咱中美洲4个邦交国，阁会伫美国过境4夜。啉酒赛车爱罚金，自今仔日开始实施新的制度，一来是处分拢加重，过来唔愿配合验酒精分的罚金嘛会提高到18万。另外，坐公车的人嘛有责任，嘛是爱连带处分。新的制度有分奥多麦甲汽车罚金无同，阁有便若再犯的，拢会罚阁较重。为空中鸟瞰台中清水主要道路，几啊只警车位地面进行路检拦查。台中清水警方为了加强拦查酒醉赛车，出动空拍机为空中采用立体式的监控，买酒醉赛车的驾驶无路通走。空拍机如果有发现这个前方有违规的民众比如说有蛇行的甚至有酒驾的其实我们在我们路检点的前方几个路口我们其实都有布置反拦截点的一个勤务因为酒驾但发生在上路，台中警方加强拦查。以台中清水分局来讲，29号当日，就处理酒醉赛车8件，危险驾驶1件，甲交通违规111件。这属于空拍机为空中鸟瞰监控，如果发觉可疑的车辆，会使地面的拦截点第一时间来掌握，提升执行的效率。酒醉赛车行在上路，生活财法采用汽机车分流，汽车酒驾维持15000到9万块的罚款，汽车酒驾提升为3万到12万，并且采用累进处罚。另外，旧车罚款提悬到18万，还有公车的乘客嘛必须要连续来处罚，新法上路，民众的看法是无同款。老百姓大概嘛是靠这重罚有效。像是豺狼帮会的逃犯，好像在监控犯人有一点那个感觉有人认为采罚伤过重，有人赞同严格处罚才会使抑制酒驾。而警政署表示，伫生活就路1号到3号就会进行全国同步来处理，针对违规热点以及假日时间加强执法力度，并开育电话的概念，抑制酒驾的发生。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看香港高等教育中国馆成立特别行政区到呾，今仔日拄好22周年。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今仔早起出席庆祝的酒会，伊致辞的时阵有讲，即阵因为反对修改逃犯条例，政府甲市民中间有一寡争端，伊会吸收教训，改变作风。话就讲袂歹咧，一个立法会议员大声喊口号抗议，随着风骂出去会场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台讲话，才打开嘴，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吴碧云伫台下大声喊讲林郑落台撤回恶法等等的口号来示威，话超尾半分钟去互带离开现场。林郑月娥致辞内容讲到第2分钟左右，真紧就讲到最近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回应抗议民众的意思真重。近月發生嘅事，令市民同埋政府之間產生矛盾同埋紛爭。亦都令我徹底明白，作為從政者，不時都要警醒自己，要準確掌握民情。我亦深切體會到，縱使有良好意願，亦都必須要開放包容。縱使政府需重視行政效率，亦都必須耐心聆聽。伊嘛答應講會安排更較濟時間，親身接見無共黨派甲無共背景嘅人，可以保持政治嘅觸覺。經過呢次事件，我會吸取教訓，確保政府日後工作更貼近民心、民情、民意，積極回應社會大眾嘅所思、所想、所求。最基本嘅第一步係政府嘅施政風格需要改變。我會透過唔同嘅途徑，主動接觸唔同背景嘅年輕人，聆聽佢哋嘅心聲。
这是林郑月娥自从顶个月10日举办记者会了后，第一摆公开出面。致辞结束了后，林郑月娥伫台顶甲来宾敬酒。香港媒体报道，包括立法会主席杨君彥以来等人，拢甲伊细声话加油。记者综合报道。你看香港政府咧举办酒会，嘛举办升旗典礼，庆祝回归中国。民间是一簇一簇汇集伫咧主要的政府机关门口抗议。来看金紫荆广场这边面，有民间团体要冲入去管制区，甲警察是下来杀去。搁另外，伫金钟这大家自昨暗就开始有真侪民众穿乌衫来汇集做伙。虽然升旗典礼已经煞了，群众依然是无死线。看到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落台口号，在香港回归22周年一透早，真侪民众是行到升旗典礼的金紫荆广场遐，安国广场附近早就予人大规模的管制，真侪民众想要来突破这管制区。一透早抗议者就来到金紫荆广场的外口来，想要冲入去，和警方强烈的阻挡。你有賣港賊，我有香港人，和平示威有理，和平示威有理。受到警方的阻挡，边仔民众是一直在发声，还有人是拿乌旗来表达抗议。是网上呼吁我们要来这里，就是阻止这个好垃圾的升旗而行。我们主要就是要表达，中共收回香港的主权，他应该实战他的承诺，让香港人有那个全面的自治。与反送中行动，民众一再抗争，表达不满，警方是加强戒备，唔但在升旗会场附近大规模的封路。在升旗进前，透早7点外，港铁更加临时宣布，把附近的金钟站还有湾仔站关起来，可袂少民众是袂赴欢迎。几点才会开啊？我不知道啊，是因为这是警察要求啊，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临时的。在回归22周年这天，抗议行动是四界拢有，除了金紫荆广场附近，在新庄的下雀道，在30号，还有真侪民众在遐留守，要把这路动起来，阻止有车入去会场。做了很多的事，在612、609的时间，但是政府没有什么个回应，还在我们有人牺牲了的时间，他还可以再兴起。这个是不允许的，在任何的地方。警察甲民众捌爆发冲突，不过警方并无执行清场。在升旗典礼完成了后，民众还是拢无离开，继续甲警方来对峙。现场的民众嘛是愈来愈多，煞来下晡的7夜大游行，这人是不是继续增加，嘛是着各界关心。记者蔡慧玲、陈信荣在香港的采访报道。来看今仔日早起，民进党的秘书长罗文嘉，嘛甲香港众志党的秘书长黄之锋，用电脑直接连线看影讲话。黄之锋讲，台湾甲中国拢同款受到中国的压迫，台湾甲香港的命运相像啊。但是民进党的秘书长罗文嘉更较赞声，伊讲台湾本来就不应该陷入去一国两制甲九二共识这款灰落落、理未清的主张内底。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第22年，继大规模反送中运动了后，延续退回恶法林郑落台等等的诉求。今年香港7一游行特别受到关心。早起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甲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进行跨海实信连线对谈。黄之锋表示，香港主权移交22年，一国两制开始豆豆变做一国1.5制。伊认为是军兵上台了后，中国对台湾、香港的压迫渐渐变大。习近平上台以后，其实对香港的压迫越来越大，对台湾的压迫也越来越明显。台湾跟香港其实同样面对北京的压迫的时候，我觉得希望大家看看香港的一国两制根本就是完全失败。黄之锋表示，早起已经有超过1万人继续聚集伫香港立法院外口。伊讲，香港人要继续追求立委、特首双普选的民主价值。预计今仔日会有50万香港人就街仔路。罗文嘉嘛回应讲，自香港的经验会当看到，一国两制已经走向失败。政治领袖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一国两制不是台湾能够走也愿意走的路。那作为政党，应该清楚在立场上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罗文嘉强调讲，台湾的民主是真无简单才得到的，连香港人拢已经无相信一国两制。特别2020总统大选的台湾，真侪候选人嘛无应该搁落入去9二共识无清楚的空间，若无会互台湾落入去万底深坑。记者综合报道。中营空服人员罢工第12日，空服人员的工会搁再一摆向中营航空发声，呼吁讲公司的头人
爱将职员当作家己的死死。另外嘛，发起一人一张批，讲出心内话，写写咧要送去董事长读。另外，佫宣布讲，明仔暗因要伫启德甲咱大道头前办暗会，感谢各界对因的声援。中研空服员罢工进入第12天，工会干部甲批交予警卫转予董事长。劳资双方预计7月初2进行协商。罢工的空服员发动一人写一张批，希望讲各较站关级的代表会当来出席协商。具体回应工会提出来未卡层后生效的条款，签订团体协约，来结束这场罢工的活动。我们在写要给董事长跟总经理的信，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听到我们的心声。希望在7月2号的团协也可以派出一个有决定权的代表来跟我们签团协，然后让整件事情可以快速落幕。工会强调讲，会员配合罢工，拒绝提供劳动服务是完全合法的。中研航空应该爱随剔除24个配合罢工行动会员的控制处罚，保持诚实对等的原则，甲工会来签团体协约。除了未卡层后生效以外，嘛要恢复会员罢工进程的权益。他们宣布要开始罢工的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那个机上是没有旅客的，他们也还没有登机，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自从罢工到目前为止，中研航空总共取消航班1094班，超是影响到217000个旅客。工会表示，每一个人对罢工的行动有无同的看法，希望讲会当互相尊重。嘛宣布为着要感谢声援因的民众，7月初2暗时会伫凯达格兰大道举办ON之夜。记者综合报道。中研航空罢工到今，旅游业估计讲损失大概18亿这尔济。北部、中部、南部这的旅行工会明仔载要开会，要来汇集讨论讲敢有要行街头真正。今日早起，旅行品质保障协会嘛提出3项诉求，主要是要求讲要修改民航法。未来若是因为航空公司罢工影响到旅客者，旅行社应该是唔免担责任。中研航空罢工到今，已经取消469个航班，多是后来大会罢工继续，旅行业真着急。旅行品质保障协会提出3大呼吁，都要求政府对交通事业建立罢工有顾期化，并要求修改民航法，规范机票制度。航空公司嘛要保障消费者，另外嘛要求修法规范，若是罢工到期也停飞，旅行业应该免责任。行程受影响的旅客呢，大概接近是20万人。那当然，我们的业者经过旅行工会初步的一个统计，旅行社代垫的金额应该已经上亿元。那营业损失的话，根据旅行工会的资料提供的资料的话，他们是说大概是18亿左右。品保协会强调，修法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嘛正是因为这摆罢工时间超过10天，由我军向来大会，业者无得先收。北中南旅行工会已经串联，上近拜日就会开始讨论。决定上街头定前的时间地点，对旅游业怨叹政府无作为，旅游业主管机关观光局回应，会提供业者必要协助。主要这个还是在这个要搭配那个航班的取消，才能做一些处理啦，协助业者这边来做一些相关的迁转啊等等。观光局强调，因为罢工，会甲民航局、甲旅游业工会保持联络，对业者想要上街头之前，无排除到政府机关头前集合。观光局表示会继续关心甲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真互人料想袂到，竟然有法度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踮伫咧南北韩的界界分归非军事区来会面。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嘛证实讲，7月双方面会继续重新来谈判北韩放弃核子武器的议题。总是有学者伫咧指出讲，若干那会面握手，实际上是无啥作用。川普甲金正恩就要确实推动北韩放弃核子武器的进展较有影。美国总统川普伫美国当地时间6月30日，坐空军1号专机登去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再搁坐陆战队1号直升机登去北京，正式结束这段日本大阪 G20 的行程。搁有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南北韩非军事区的第3届会面。伫登去的飞行机面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甲媒体证实，6月30日板门店非军事区的第3届川金会了后，华府甲平壤已经同意伫7月份重新启动朝鲜半岛非核化的谈判。
蓬佩奥强调讲，上新一轮的威胁化谈判，北韩会派出外交部层级的官员来出席，而且伊伫板门店现场的第一手观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确实想要甲美方达成实质的协议，毋过华府会照定数来做，袂伤过匆狂。美国对北韩的经济制裁嘛继续来进行。川普6月30日伫板门店两韩非军事区，伫南韩总统文在寅的陪伴。甲金正恩第3届正面交手，川普嘛下过两韩军事分界线，甲金正恩做伙翕相，变做历史上第一个踏入去北韩土地的现任美国总统。川普阁当场邀请金正恩来北京佚佗。川普伫南韩乌山的美军基地靠军的时阵，一直强调讲，这是历史性的时刻。针对第3届川金会，教宗方济各特别伫6月30日的弥撒当中，互因来祝福。南韩民众虽然嘛真关心，毋过看法分做两派。 저 국민으로서 저렇게 잘 대화하는 모습 보니까 너무 좋습니다. 잘 되길 바라고. 트럼프도 자기 그 자신을 위한 하나의 그 이벤트성인 것 같고 또 문재인 대통령도 이번에 이용해가지고 이 기회를 이용해가지고. 真侪专家分析指出，要达到朝鲜半岛非核化的目标，毋是靠川金两个人一直下批，还有压手的政治表演就会当达成，必须要量早互外界看到北韩具体非核化的进展。某学者指出，川金会见面讲的拢是好听话，有啥物人会相信两个人真正会当立下碗池，还是金正恩会特地来放弃发展核武？ BBC 阁用两韩关系专家金星美的意见来表示，金正恩无可能会完全放弃核武，若是要速度来会谈有进展，川普就必须要接受退让了后的协议，并且无可能完全满足华府的所有要求。记者综合报道。50年前，美国遐同性恋的人士打出来争取家己的权益，就是对纽约 Greenwich 的石墙酒吧起因的。迄当阵就是因为警察咧临检，常常对遐个同志人士起骹动手，接迫甲因就要打出来面对社会，喊声要讨公道。昨日就是石墙酒吧事件50周年。这一日纽约拢会举办同志的大游行，你甲看，今年竟然汇集到400万人来参加。 石墙活动50周年，纽约的同志大游行今年定调做世界同志大游行，扩大举办，并且邀请无同款国家的人士来参加。30早起，格林威治村的石墙同志酒吧外口，就来了超过2000人，纪念当年 LGBTQ 社群头一届反抗政府主导的 迫害性别弱势群体的事件，下晡伫曼哈顿第5大道登场的大游行，敢若参与活动的人都有15万人，加上400万的参观者，规模之大，创下历史新高。纽约市长白思豪嘛出现伫咧游行当中。I am very happy to celebrate this 50 years of the liberation. Enough is enough, not just for New York City, for over the world. 彩虹旗、彩虹衫、彩虹色的他装不离缤纷，为着要庆祝纽约市妇女顶空合法化，阁有不少人用真清凉的装扮登场。游行的队伍有各式各样的政治诉求，亲像有一支几大千人的反企业抗议人士，争取平权的同时，反对活动出现穿制服的警察和商业赞助。西华大城、旧金山的游行，40名同款诉求的人士打断了活动的进行，结果有2个人被警方逮捕。 酷儿解放游行是为非洲的跨性别女性遇害的事件来发声，抗议美国拘留非法移民囡仔，并且反对川普政府缩减 LGBTQ 社群权利的作为。法国、葡萄牙、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家的主要大城，6月底这个最后周末嘛，拢会同款举行大游行。土耳其伊斯坦堡市区30迄天来了1000人，为了管当局的禁令，举彩虹标志争取权利，结果被顶部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自7月11到7月22的出国访问咱台湾的卡瑞比安海4周围者的邦交国，包含埃及、阁有圣 Christophe and Nevis 联邦、阁有圣 Vincent、阁有圣 Lucia 这4国，嘛会访问美国过境2摆，总是会伫咧美国的国境内面休甲4夜的哦。这嘛是蔡总统上任以来过境美国上济日的1摆访问。 为了深化甲加勒比海连接也有友好的关系，总统蔡英文要率团出访的友邦，而且定调自由民主永续之旅。预计7月12中昼出发，12到13会过境美国纽约，待2夜，13号去海地
13号暗时到16号访问到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16号到17号访问圣文森，17号到19号访问到圣露西亚，19号出发去美国丹佛，会过境2暝。22号中昼转来到台湾，这个行程12天，是蔡总统上任以来出访上侪天，过境美国上久的一届。访程将过境美国，相关规划目前正与美方依据安全、尊严、便利、舒适的原则协调中。虽然外交部强调美国行程搁伫规划，啊，毋过外团定来时阵过境丹佛，对台湾真友善的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会接待着蔡总统，加上来回伫美国停留4个暗暝，嘛显示着台美的关系是继续深化。另外，这届蔡总统伫海地访问无到24点钟，外交部强调两国的邦谊是真稳定，啊，毋过是考虑到当地民间抗议的行动，才无停留伤久。今年因为从2月份开始啊，海地有陆陆续续一些民众的抗争事件，可是目前跟各位报告，海地的情况已经趋于和缓，社会的治安也慢慢的恢复秩序。外交部强调，访问海地的时间虽然较短，啊，毋过总统嘛会共同来主持着台湾商店的开幕仪式，嘛会接受海地总统国宴的款待。另外，这届访问团的成员包括着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外交部长吴钊燮、立委，也有企业界人士。记者欧文良、吴家宝台北报道。蔡英文总统今日早起嘛，主持空军司令任虎基发布升官授军阶的典礼。拄则接任参谋总长的新一名国防部的军政的副部长张铁平也到场。蔡总统交代这个新任的将官3项任务，其他因将国军训练做有现代性、有知识性、佮有专业性的优秀的军队，佮有推动国军成做人民安居乐业的后靠，来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首先是我们的沈总长在这里。我要给你3个任务：第一，落实整体防卫构想，务实战训本务；第二，培养未来的人才，为创新的国防改革奠定基础；第三，带领国军为区域和平安全稳定善尽责任。而在面对中国不断的扩张武力，并试图用各种手段施压台湾，严加防范，精进自我。以打造坚实的钢铁劲旅，守护国家安全。蔡总统要求张铁平副部长详细规划国防的预算，钱要用伫咧上对当的所在，才有实际落去调整国防的组织，嘛要担当负起甲人民沟通政策的责任。总统也要求任虎基司令保护领空，绝对袂当互敌人的军机来进犯，佮着加强军纪，将国军的名声顾好。财政部公告欠税上大卡的名单，个人欠税金上大主的，有缘也是已经过往的股市的出名人黄任中因一家族，欠的税金拢总有51亿外。啊，若企业欠税金的上界大主的是宽亚集团，拢总欠政府营业税、营所税、房屋税甲地价税，哇，原来欠甲20几亿咧。上新公布的欠税大户名单，还是对大家拢熟悉的人。今年个人欠税第一名，还是黄中因囝黄乐果，欠18.9亿；遗产税，黄任中本人欠综合税18.8亿；黄任中阿姊夏黄新平欠综合税12.3亿。3个人拢总欠税，管达50.04亿。个人欠税第3个，也是高雄黄新自家族，有台湾训军之父名号的林天才。伊欠11.47亿政务税，排名第5。很多，尤其是前20大哈，可能大家会觉得都是老面孔，已经很多年的那个旧案，最慢可能到民国111年3月5号，那个是最后执行的期限。企业欠税部分排名第1的是宽雅大饭店，拢总欠营业、营所、房屋甲地价税24亿外。再来是因为偷工案真有名的博达科技、中区酒家、舞厅、尚德风景大酒店、甲红顶酒家，分别排名第3甲第4名。根据赋税署整理各区的资料，统计今年公告的欠税大户案件，拢总有938件，拢总欠税金新台币965亿元。比起去年数量增加17件，欠税金额则增加8.75亿。
大部分的案子是，就是说已经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或者是说有财产可是设定高额抵押。那当然我们会跟行政执行署合作还是来积极的催讨这个欠税。财政部强调，清理欠税是各税关稽定机关重点工作之一。除了公告重大欠税案件以外，各税关稽定机关甲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嘛协调，积极对查动向。今年佮头一摆设立重大欠税公告专区，设立公告网页连结，落实政府资讯公开。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礼拜六，高雄市又佮增加一组天狗热的病例。卫生单位判断讲，这嘛是同庄头、同社区就近来感染所致。总是今年到今已经有28案例。早起，高雄市长韩国瑜嘛佮再批评讲，中央对高雄的天狗热无够尽心。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是甲应讲，钱顶礼拜就拨落去咯，到今还无人将这防疫经费领出来用，可见高雄市政府的效率是有较歹。第4主战区投入88名化学兵沿着高雄三明区大街小巷喷药啊！因为顶礼拜六当地又搁新增一件本土型天狗热，卫生单位研判是昆曲感染的第2波感染。目前高雄累积28件，市府表示白糖蠓仔指数有降低，不过短时间内底要归零是无可能，才会陆续有零星的个案。天狗热疫情嘛，互市长韩国瑜搁再一届呛中央，这个政府协助是看懂看人。高雄市并没有感觉到行政院对我们有特别的照顾，反而感觉越南跟印尼被照顾的好像比我们还多，这种感觉是很不好的。我才会提出，不要在自己的台湾内部搞1国2制。韩国瑜质疑中央封治天狗热是1国2制，也毋过行政院否认，表示市府讨的5000多万封治经费，顶礼拜就拨款，却无任何领款的状况，后说是市府的行政效率无好。像从上个礼拜准了，到今天都还没有来领款，可见高雄市政府不但不用心防治地方病媒蚊，连办事效率都很差，而首长又到处跑，话还乱讲。苏贞昌讲，韩国瑜是为着要转移焦点，爱伊唔通阁乌白讲话。另外，伫咧高雄嘛，掀起一股反韩国瑜的势力。公民割草行动顶3个社团共同发起着连续罢免着韩国瑜，再时宣布第1阶段3万份的连续书将要交啊。面对着这个声音，韩国瑜讲伊尊重，啊毋过伊嘛会专心市政。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大学指考的头一日，今年拢总有49119个来报考，人数是6年来上界低。啊，毋过订考生的人数是7年来上济呢。早起头一科考物理，内底有考到天狗热，有考到 GPS 手机的定位，佮有去年罗美路这个得奖的研究的题材。高中的老师分析讲，今年考试的题目真生活化，比较讲读英年遐传统算了真复杂的题目，今年有影是加真少。台北市各高中的家长举旗啊，徛伫咧考试场的门口替学生加油。大学指考头一天考物理、化学和生物，有学生无满意进前学测的成绩和结果，选择报名7月指考再战。师大附中的学生是穿学校所发的白色 T 恤，用一战之战的谐音来考试。一个谐音，一战止战，全校都有发。真声响起，学生入去教室内面等发考试题。考试场外口有学生强要卖付，一路车都哭撞。第1节物理考考煞了后，有考生就反映讲，有的题型伫咧考古题当中毋捌看过，某人认为比模拟考更加简单。单选第20题，我觉得蛮难的，是运动学的，然后它加速度会变，那我就觉得就是好像没有写过这种题目，特别难的哦。就我觉得算就是太阳帆算太空船加速度吧，我觉得不会算难啦，就是我觉得算有鉴别度的这样。伫大考中心举行记者会的高中教师评析，物理考有天狗热 GPS 手机定位，和去年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题材光学粒子入题。今年考试题较生活化，头一届将所用的试题比重提升到约3成，传统也是较复杂的计算题型明显减少。在非选择题部分，降低计算比重，增加作图题型，占分高达10分，是近年来指考题型中
前所未见。今年指考报名人数总共49119个人报考，搁再创下2年来的新高。但是定考生为主的个别报名人数是8296个人，创下7档来的新高。到中考生私底下表示讲，大学读的是医学系，但是发现家己较介意主攻和电机科系，所以搁再考一届，选择有兴趣的方向来发展嘛是较要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环保署限制使用塑胶束管的政策，今仔日正式起行。头一阶段限制使用，包含讲政府部门啦、学校啦、百货公司啦，还有连锁的素食店，你若是店内伫咧食的，拢袂当提供你免洗塑胶束管。台北市环保局接近中昼的时阵，去到远东百货卖食的这条街仔内面来稽查，初步是无查到违规的店家，这个店头家嘛拢已经准备好啊。还有民众嘛，拢支持这款的政策。对，是。那想请教一下，就是店家这个部分都没有提供这个部。我们是本来就不会提供。是。嘿，好，了解，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那你是自己准备吸管吗？哎，是自己去买的铁汤匙、铁吸管。为什么这么做？哎，像现在没有在用吸管了。那你觉得这样带不会不方便吗？不会。所以你是养成习惯了这样。对。开劝导单之后，要在多久内改善？在台北市，我们是采7天之内会再去办理复查。如果说复查还是不合格，我们第一次告发的，然后告发的罚款金额是1200块到6000块。台北市环保局稽查人员来到百货公司卖食这条街仔，首先伫咧柜台检查讲，敢有提供免洗束管。按连锁的素食店、卖冰的店头，到连锁的咖啡店，拢无发觉讲提供互这内底伫咧食的人客束管，有的用杯仔互捧，有的用纸的束管互啉。环保局表示讲，3天内会完成549间店头的稽查，若违规会先开劝导单，若无1礼拜内无改善，才会正式落去开发。立法院按算讲，今仔日会来完成平均地权条例修法。毋过买卖介绍登载这方面，立军立委的提案是要用一角头落去登记就好，无要采用门牌号的登记。南军的立委嫌讲，这款介绍登载安尼无较抓。另外，时代力量的党团甲公民团体嘛批评讲，民进党惊的是未堪得建商的压力，才会安尼变。雷震玻璃沙是个订立2点块修法，其中平均地权条例修法，因为这摆修法甲新查立委张宏六的版本，所以百姓去年5月就送来行政院版本，包含公布文牌、一手处随登载等部分，第这摆修法拢无处理，因为变作是严挂版，是个订立批评。它不是2.0的版本，这个是0.5的版本，非常的可恶。骗选票的时候说要推动实价登录，但是现在选上了。就不再推动，国民党给予高度的谴责。那我们认为，就打防的效果来讲，事实上区段揭露跟门牌揭露效果其实差不多了。如果跟你过去承诺的、嘴巴上讲的完全背道而驰，还有什么政治诚信？立委版本中，主张现在30天内申报买卖案件，改做申请所有权移转到减负资料。公布文牌资料条文，也是维持现行区段化去识别法律，订立无实在，相关会当罚15万块，会当连续开发。不过，公民团体批评这款修法根本是受到建商压力。所以我说，如果民进党实价登录2.0跳票，证明的是，事实上建商才是小英心中最柔软的这一块。我再说一次，建商才是小英心中最柔软的这一块。公民团体认为，那是资讯完整公开，水清都无鱼，有心人士无得变鬼变怪，批评修法无周延。不过，伫那也无反对立委张宏六版本情况之下，若是公布以外，专上紧下晡就当完成3读。记者综合报道。硬菜咱无定定咧食，不过观众朋友，你敢捌食过水硬菜？咱来看南投民间的新家川，农民用天然的冷泉种出真青甜的水硬菜。农民无用来整理透早现满的硬菜，这硬菜看起来特别青，阁特别大把。这毋是定款硬菜，这拢是南投民间的农民用天然的新家冷泉所种出来的水硬菜。伊真好啊，泉水啊，泉水好就炒起来较青，还佫能较好食。
啊，真好食，真菜甜啦。要过来吼，伊品质拢袂歹啦。民间新加川出冷泉，规年冬天温度拢是22度。300年前，平埔族来遮开垦的时阵，都用冷泉水来浸造。差不多100年前，引入水应菜变作是当地特产。大家若来遮，相信来到新家，第一个项拢知影讲阮遮有应菜，但是可能大家较无了解，阮遮冷泉嘛非常的出名吼，啊嘛有咖啡笋。虽然讲因为时代变化，当地种水应菜的农民敢若剩7-8户，也毋过这依然是水应菜重要的产地，口感品质拢无变，一年四季拢出产鲜搁好食的水应菜。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搁好，国情啊，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好朋友讲到这个解说，这个说台湾话2字音。小说的说嘛是叫做说，但是讲这字，咱若讲叫做说时阵，台湾话拆破讲叫做解说。咱这个单元解文说字，国情啊看到新闻内底种种的世间事，心内也有体会。讲2句俗语，互你做参考。像讲，人内咧批评讲，有个人家己4娘也无治，咱就一句俗语甲应菜有牵连。讲叫做食无3百应菜，就想要上西天。是啦，修道人，咱讲叫做食菜人，菜都食无3百咧，安尼感觉家己袂好行，就已经先会晓飞啊。所以吼，自安尼要上西天，你讲敢有可能？啊，搁另外一句俗语话，这秋天时咧讲的，有人讲秋过白露用，也有人讲叫做秋桥白露用，较来过饭时清。意思安怎样解说？因为这食食的专家咧说明讲，秋天的桥也是白露时，就是新历9月，9月来白露。像讲今年白露的时阵，中秋都还未到咧。这时阵的应菜吼，已经配合天气变化，渐渐较冷啊。啊，应菜嘛冷，食落去，惊对身体会讲有诶较会惊的，较来过饭时清就对啊啦。啊，毋过吼，国政院啊，甲你提醒，嘛有一寡专门搞煮食的人，像讲。阮下暗新闻的主播郑家豪，伊就甲国政啊讲，伊讲哦，你着参姜丝落炒，保证绝对袂冷啦，免惊啦。啊，毋过吼，国政原来要来甲朋友搁开讲一句另外无共款的俗语话啦。这句毋是台湾话哦，这句是潮州的俗语话。啊，咱知影讲潮州，原来是讲闽南语的，潮州话咱加减嘛听有呢，毋过。各地风土无相共，环境无相共，人因遐时行的话，甲咱遮就无共啊。潮州人9月的时阵，无像咱伫咧讲白露用较来过饭时清。潮州人9月应菜长青长甜，所以因有一句潮州话，讲叫做9月应菜蕊，食赢青过腿。啊，你甲想，有个人讲台湾话是闽南语，比较起来哪有影？各地头景致无共，气候无共。流传的俗语话就无共啊！咱遮白露应菜已经咧冷啊，人因迄当阵9月应菜蕊，上介青甜，上介侪人爱食。解文说字，咱开讲来甲遮。国政啊，赶紧过来做伙甲你来看南投遮。南投草屯国校，哇，遮个幼囡仔，因原来配合自然科学的课程，开始伫咧种，因种的是红姜菜。顶日啊吼，佮将遮个菜管出来呢。用心种100多盆的青菜，拢捐互啥？捐互创世基金会。要来互遮个创世基金会咧照顾，已经家己无法度自理遮个食物链，因会当食到南投遮学生囡仔种出来的红姜菜，食到遮个幼囡仔因对心肝内祝福的一种滋味。希望植物人叔叔阿姨吃了之后能够早日康复。每一盆黄姜菜拢是小朋友费心心照顾几若个月的成果。草屯国小特别举办捐菜仪式，将学生种的100多丛青菜捐予创世基金会的食物人。照顾食物很辛苦，然后这些植物是我们要给植物人叔叔阿姨还有那些小朋友吃的，让他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可以快点好起来。
配合自然生态的课程，草屯国小3年的学生学种黄姜菜，为葡萄、野种到压菜。学生为照顾小生命开始，了解食物的成长过程，也希望这份用心会当有更加多的发挥。我今天来到这边啊，我看到他们每个小朋友的眼睛里面都冒了很多的爱心，因为他们为了这次的活动，其实已经忙碌了1-2个月了。那创世照顾植物人一路以来非常感谢，就是各界社会大众长期的支持。因为大家持续不断的支持，也让我们的植物人照顾可以就是持续不断的延续下去。一粒菜籽，一份用心。黄姜菜唔但是学生上课的教材，更加是老师甲学生对植物人的关怀甲祝福。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国际性的婚姻愈来愈多，为着要鼓励这新住民的第二代。较接来讲，妈妈故乡的母语，咱来看屏东高树国校聘请越南人是金基老师来教学生越南话。有学生讲，学会晓讲越南话，才会当直接甲外公外妈直接来开讲。真，我们发音好像那个像中文，我们的正的意思，但是我们四声，所以我们念真。一边听一边对咧读，教室内底学生真认真对老师学越南语。因为台湾新住民2代人口哪来哪济，也毋过却无一定会晓讲母亲故乡的话。就亲像屏东县的高树国小，全校有400名学生，有2成是新住民2代。学生学母亲的母语，就会当直接和外公外妈来开讲。因为妈妈是越南人，所以想要学一点越南语，以后去越南的时候可以用到。大概上了3年左右，然后我越南语就是有进步，可以跟外公外婆讲话。所以你这1年来，你有觉得自己越南语进步很多？有。因为新南向政策3年前正做是新住民语教材试办学校的高树国小，并且5时金基每礼拜来帮学生上课。我来台湾已经差不多快23年了。我在越南的话就很喜欢这个教书的当老师的工作。2年前我才有这个机会，有新南向的政策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来高树国小。未来高树国小把计划要甲越南语纳入国际教育课程，除了增加新住民2代的发展优势，其他学生也当做伙来学越南语，增加国际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的气候，寒是愈寒，热是愈热。咱来看台南新营嘉丰里镇安店头前，有一丛300吨的老青仔树，这算青仔公啊。因为这搭遮地势较低，雨若大阵就积水。对这青仔树吼，用来讲是真爽。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特别要将这丛大樟树刷栽，刷去地势较悬的公园仔内。顶日有举办祈福的活动，祈求讲刷栽过去会当平安顺遂。这丛伫咧台南市新营区新营转运站附近的老青仔已经300岁，即马青仔公要搬厝啊，刷栽的时间由市民决定。台南市政府甲镇安店以及树木保护委员会在地民众做伙烧香敬拜，替老青仔刷栽祈福。青仔公来参拜，要来甲你移植移刷，要来甲你移刷，常常会当庇佑，把咱移刷这条成功会当圆满。农业局表示，这丛老青仔伫因当地已经300多年，是由有250年历史的镇安店管理。专家表示，这个所在地势较低。雨水有可能造成树木根部积水，老树仔嘛因为受到花台枯掉真久，根部已经边头甲尾，将要刷到更较好的所在。这个老龙寺呢，在咱台南市政府呢是列为保护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今仔日呢，为了要甲工程的进度呢，要甲移刷，所以今仔日请市民来做主啦，请咱地方这属性呢来加持，当我这个。这个老榕树的遗址呢，会当真圆满成功。经过台南市树木保护委员会审查通过，当今的时间自6月9长到10月，要将根部顾好，以全树刷栽到庙后壁的公园。民众烧香敬拜，嘛伫老树挂祈福卡，祈求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大樟树仔内，定拢有迄个落角菇伫咧扫呢。因为热天就是落角菇上接出来讨食的时阵，
南投德山镇公所为着要互这幼囡仔、读幼稚园的囡仔较了解鹿角菇咧，特别邀请台大实验松林的研究员，带因去卫生所外口的树仔骹观察鹿角菇。老师的手有一只鹿角菇在白，甲囡仔小解伊是啥物虫，拄开始囡仔拢真惊吓，感觉鹿角菇甲甲抓真成，拢闪甲毋过甲鹿角菇熟悉了后，拢感觉鹿角菇真古水。我今天来看独角仙，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可以看到独角仙，我又觉得它很像蟑螂，因为它背面还有后面很像蟑螂，而且它真的很好玩，而且一点也不可怕。独角仙长得像蟑螂，很恐怖，所以今天我体验完不怕了。南投德山镇公所为着要互幼稚园的囡仔认捌鹿角菇，就邀请台大实验室研究员带因去卫生所外口的树骹观察鹿角菇，互囡仔体会大自然有偌尔神奇。现在的时节就是我们独角仙活动的日期，那我们特别请上我们台大实验林的研究人员到现场来为我们小朋友解说，让小朋友了解这个独角仙的生态，那也教他们学习分辨公跟母，那最主要是教他们也要爱护小动物啊，达到我们教学的目的。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针对独角仙的一个简单的外部的形态，还有它的一般的生活习性来跟小朋友做介绍。那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呢，除了让小朋友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良好的生态的教育啦，生命的教育，就是我们欣赏它，但是我们不要说一定要把它带回家，或者是想要把它留在身边。逐当的5、6月是鹿角菇出现的季节，若有想要观察鹿角菇的民众，就爱趁这个机会来欣赏。不过嘛，要呼吁大家伫树仔边观察就好，千万唔通甲鹿角菇载返去厝，来破坏大自然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屏东武大乡鹿界旧好地部落的石房仔厝，历史已经超过600栋啊。文化部用10年的计划要来复原，啊，毋过路途真远，敢若调这建材、载这建材工程流标佫落摆，无人要标，只有靠这鹿界的族民一步一步将建材、将补给品爱上山顶，所以伫咧恢复的速度真慢，3年才修复4栋尔。屏东武大乡卢凯族旧好地部落的石板厝，超过600年的历史。文化部推出10年修复计划，不过要去旧好地的路，一抓就要行4到6点钟。调运系统工程嘛流标真侪解，最后敢若会使靠族人一步一步甲建材佮有补给跟上山。很多的器材啊，这些工具啊，都没有办法及时的补给上来啊，包括建筑材料啊，那完全就是就地取材，但是就地取材也有它的限制哦，包括林木的砍伐哦，这个太多的重重的法令啊，一些障碍哦。旧好地部落的石板厝嘛是2级的古迹，超过150栋的石板厝，3年以来敢若修理好4栋，进度是真慢。那目前也协调有关优先修复顺序的这个选择上，那目前有选择10栋当第一梯次的一个修对象。知影要安怎去石板厝的中路渐渐减少，少年的人力嘛无够。屏东县府表示讲，初期的先以培养人才做重点。我们采取的是师徒制的这样的一个重建啊，我们重点就是要放在这个教学。武大乡乡长杜正吉表示讲，旧好地部落总共有122户，伫咧现实的状况之下，会经过部落的会议来协调，建出优先修理的石板厝。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南市，台南市最近嘛咧复原旧台南旧会这栋建筑，要将过去伫咧战后国民政府来介管的时阵。旧市议会起伫咧外口面，甲台南旧会包起来，才会建筑拆现实。厝本即间楼啊有5粒窗啊，敢若牛目咧。永早因为包掉的，大家毋捌看，即阵看到也真稀罕。啊，嘛有人讲工事遮大，敢是规栋要拆现实？文化局解说讲无啦，敢若要拆战后加起的范围。按算伫咧明年年中，就会规个复原好势。
林来超往的台南中正路顶面烟雾弥漫，怪手当咧拆除原台南州会的家起的建筑，建于日本时期的原台南州会，前期是展开展售，予过去的5个牛眼汤中建天地，令人惊艳。不过因为工程是真大，互民众以为全部拢要拆除。一个遐我就看伊咧整修，他即马佫怎啊佫拆起来？好啦，这一个牛肉啦。整个园区啊，不错啦，因为它那个观光，应该会有加分效果啦。对此，文化局是解释，并不是要拆除，而是古迹的整修工程。这栋原台南州会建于1935年，到现在已经84栋。2004年启用指定的市定古迹，原本去年就有期要进行修复，但是却遭受到一寡人士来占用，甚至佮甲市府拍官司。修复工程是一直无法度动工，伊现在开始有动作，未来将会做中西区的图书馆。将民国55年增建，那其实在结构上以及建筑特色上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去除，然后呈现出日治时代的它一个精美的一个建筑的立面特色。文化局讲，是搞整修完的原台南州会，会甲邻近的林百惠、台南文学馆建筑来结合，成为台南市重要的历史地带。而图书馆的部分，预计明年底完工，完成了后，将会是台南的另外一个新的景点。记者吴建云台南报道。咱换来看婚林，婚林嘛是栋古早厝咧复原的。婚林的北港大福戏台，伫咧1927年所起的，过去是咱北港地民众重要的娱乐场所。啊，毋过自25年前，1992年开始废掉不咧用了后，已经拢无人去行骹到。3年前，婚林县政府开始复原，即马望讲会当多方面的经营，未来当作文化影展也是表演的场地，或者老戏台、古早厝会当变作咱北港地文化上新的根据点。将顶挂着早期的电影海报。兴建咧西元1927年的北港大福戏院，过去是北港街上唯一的剧场娱乐空间。但1990年停业限第20万年，文管府文化处开3年的时间修复完工开放，互早期画海报的师傅回想到过去生活点滴。我牵衫牵10外个吼，拢咧甲我斗做工课啦。你若无牵衫，我一个人哪好多，后要画后要调啊。以前戏院较流行是布袋戏啊、歌仔戏啊，因为伊要吸引，伊拢一届拢做几个月嘛，拢连续剧，为着要吸引人客伊到最后的要结束才5分钟、10分钟会将戏院门开开，互附近的人来看戏尾。放映报纸看到戏剧演出和场次时间，各当时剧场的票金。民众回忆讲，过去只每间2万人，这座戏院对北港民众特殊意义。文管府文化处表示，现在重新活化，未来将以多样化来经营。那大家可以在这边就是近距离来参与表演。那当然，我们在地的很多表演团体，他们也都是有自己的特色，也有可能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公民的这个艺术表演的一个练习场。文化处表示，北港的大福戏院在2009年建造的文林馆历史建筑，戏院所有权人共是家族，提供文管府进行公众使用20年。经过3年的时间修复完工，互老戏院受到保存和重新。会朝向中民娱乐中域来发展，要老戏院成为固定文化新据点。记者吴林报道。咱公司台语台永暗9点，台湾新眼界节目头一集文化新台湾这个单元，邀请到国际级的导演叶天伦，讲起人生的故事，嘛要讲起因一家伙2代人对台湾土地的感情，甚至讲伊搁咧教主持人安怎搬戏，内容真精彩。讲转来，比如讲，我若是台湾新眼界，是要甲你塞来，对无？台湾新眼界。嘿啊，台湾新眼界，所以变做讲表演，你爱拢爱个分开。教主持人阿明演戏就要有赞助，国际级导演叶天伦上公司台语台台湾新眼界节目，展现伊的导演专业。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Crystal? 台湾新眼界8月文化新台湾单元，邀请叶天伦导演加做头一集来宾。这为台湾报道认真拍拼的顶尖人物，利用台语讲故事，翕作电影，侪拢和大抽埕有关系。你看，还有外国剧组踮来拍伊，唔知是。这多一个，这可能是菲律宾。So is that the documentary you're filming?
Filming for like Netflix in Philippines, I want. Okay. I want deep. So it's a in the cell phone. the drama or Romance comedy. romance. 叶天伦导演坚持家己故事，家己来讲，家己来搬。台湾新眼界邀请乡亲好朋友，暗时9点准时来收看伊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这2日啊，炎天请日头，明仔载的天气变化啥款，咱做伙来关心一下。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上低27度，上悬35度；东部这边面上低加到26度，上悬悬到33度。新闻最后，招你同齐来荷兰来看世界乌多巴的锦标赛。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